首相高市早苗讲出挺台湾的言论，中国所发布警告，因的民众莫去日本，甚至伫咧妨害射击演练。普发现金1万块，今开始会当伫咧 ATM 领现金咯，全台湾28000外台 ATM 拢会当领。伫咧开始呢，就是反映了后上介强的冷空气影响台湾，冷空气伫咧拜三上强，北部、东北部可能剩90步度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前讲过，台湾若传出代志相关的挺台湾言论，或者日本和中国关系是随会紧张起来。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就表示讲，中国发布包含留学观光交流缩减的做法，和日中领袖会谈所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建立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是无符合的。日本无法度接受，要求中国爱调整。那日本外务省今仔日也派官员去到中国进行沟通，不过马英九却是批评这高市早苗袂定着。针对这款的讲法，总统赖清德今日呼吁讲，就要尊重日本国内政治，而且中国行为严重冲击到印太和平稳定，希望中国爱三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讲，台湾有代志可能构成日本专门飞机事态，引发中日关系紧张。中国连日来动作真多，包括呼吁民众暂时莫到日本旅游留学，也派出海警舰艇编队抵挡鱼台海峡巡航。17到19更加连续3天，伫黄海中部海峡进行实弹射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指出，中日人员交流缩减无符合两国领袖会谈确认的推进战略互惠的方向，已经强烈要求中方采取适当的做法。日中間では日常的に様々なレベルでやり取り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の一つ一つ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差し支えます。政府としては中国側の一連の措置による影響を含めて引き続き状況を注視し、適切な対応を行ってまいります。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悬，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厂长井井正章8月4访北京，有顶18甲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刘建雄等人面对面来沟通，伫台海议题引起中日的争议之下，前总统马英九批评高市早苗黑讲，对此总统赖清德呼吁，咱国应该尊重日本国内政治，因若中方行为严重冲击印太和平稳定，希望中国详细考虑。我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呼吁中国应该要克制，展现大国的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日本各界对于中国这样的挑衅，各界都非常的愤怒。对中国来讲，未必然会在国际关系上得到这个好处。台日协会长苏家全认为，日本对中方的抗议甲恐吓已经真惯势啊，因来未来台日的合作会继续向全面正向发展来前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普发现金1万块，真侪人已经入里口座啊。不过对今仔开始呢，这民众若阵未去网络登记，就会当去到 ATM 领现金咯。全台湾28000外台 ATM 拢会当领。财政部统计到暗时6点呢，已经有超过90万人去领咯。提醒咱的家长，若准备退这也未满13岁囡仔领这1万块，就要找你的提款卡，这个提款卡的密码，还有身份证号码，拢爱是家长本人的资料。若健保卡顶头的这号码呢，就要输入囡仔的。普发现金1万块，今仔日头一天开放会当去提款机来领，去16间指定的金融机构，提款机顶悬只要有打普发现金的大纸，就会使领。只要输入健康的资料，1万块的现金随就到手。之前就是可以在网络上面登记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忘记了，所以说就是改用 ATM， 这样是比较方便的。这个领的过程，大部分的民众拢讲真方便，袂伤复杂，时间只要1-2分钟。不过金管会提醒，伫咧提款机领的民众，若有出现4种情形，都可能会卡条咧，爱重新操作。包括使用非指定金融机构的提款机、身份证号码或者是金融卡对应的资料无同、口座已经受到监控或者是去用警示，或者是提款机本身故障也是无连线。从今天凌晨开始，我们也除了这个民众已经开始可以领取之外，我们的同仁也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全台湾的 ATM 也在做相关的测试。到目前为止的话，系统都非常的顺利。若无想要走去银行，民众嘛会使就近去超商来领。若是家己领，就用家己的提款卡暗号，
身份证号码甲健保卡的卡号，若是替13岁以下的囡仔来领，除了用家己的提款卡甲暗号，身份证号码嘛是大人的，敢若健保卡的卡号才是输入囡仔的卡号。都有家长来代领的时阵，输入的资料唔对去，地主阁会重新操作。输入自己的卡号，然后输入小朋友的身份证字号，再输入小朋友的健保号码。这样子是领不到的。失败的时候当然是有点紧张啊，那我就想说，我就到时候去邮局24号去邮局领就好了。界面就是有直接可以有什么全民相挺，那个蛮清楚的，你就点进去，然后输入你资讯，其实就一下子就拿到钱了。全台湾拢总有28000多台提款机，会当互民众来领破发的1万块。金管会估计会有2成的民众会透过提款机的方式来领。记者综合报道。提醒咱观众朋友，领现金爱注意你身躯边的钱流啊！来继续来关心到政府要推动的100万岁厝家庭支持计划，分到这社会主体包租代管，还有租金补贴3方面要来推动。其中呢，这每年的岁厝补贴会搁再增加。不过为着要顾这民众大品质的排除厝尾顶大铁柱这种，或者是违章建筑。内政部也考虑到讲，会住伫咧厝尾顶或者是违章建筑的民众较弱势，所以因也会研究讲要安怎来协助因。由副总统萧美琴带队进行动土典礼，为伫新北市中和区的德水安基社体，横跨做国家新都中心的基南岸，由公有土地活化未来会去339户社体，甲板桥港立站强固。有计2029年完工，内政部表示，虽然政府加速去社体，但个速度犹原无够紧，等咧建议民间工厝代理包租代管机制。会用鼓励的方式，或者是扩大有关空余屋啊那边的税制上面的来做协调跟处理。政府推动的100万岁厝家庭支持计划，除了去社体包租代管、租金补贴也是重点项目。也毋过针对顶楼加起违建顶无合法建物，明年起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无个补贴，鼓励选择合法主体也会转介辅导弱势岁厝的人。也毋过明年扩大补助岁厝，敢是会提升岁厝品质。专家持保留态度。关键在于就是租屋市场是不是能够正常化，租屋的品质才能够提升，那政府的这个租屋补贴也才能够花在刀口。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然后跟他讲之后，可能7000块变8000、9000之类的。有岁厝的人指出，捌拄到一旦申请补贴，厝头家就会起租金的状况，对此内政部部会议伫9月通过租赁条例修法，规范厝头家续约虽然会当起租金，也毋过爱伫租期届满6个月前通知，搁袂当超过一定的比例。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来关心天气，讲到今仔日呢是反冷了后上介强的冷空气来到台湾，这北部、东北部、东部呢会转至乌阴佮热雨天气，温度也会降真济。这东北季风的正方面呢，大台北地区还有依然是会落雨的。啊，那这冷空气上强的时间是伫礼拜3，北部、东北部可能剩15度尔，啊那中南部也是只有17、18度。也因为真冷呢，会感觉会较湿，会较冷挂，所以等到拜六温度才会回温。拜六礼拜好天已经结束，气象署提醒天气咧要变寒。拜一过到了后，东北季风开始增强，愈暗会愈寒。除了温度下降，这方面的大台北和宜兰部分所在可能会落大雨。也那中南部的天气也是以多云好天为主。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哦，所以在今明2天的话，在北台湾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到了礼拜3之后的话，整个水气上开始会有逐渐减少的一个趋势。温度的方面，气象署表示，这波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这个拜5，爱到拜6礼拜天气才会变好。受冷空气影响，全台湾这礼拜拢会降温，尤其拜3、拜4是温度下降上明显的2天。北部地区和宜兰透早只有15度左右。在礼拜3的清晨以及礼拜4清晨的时候，会是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一个时间点。我们预计像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上，大概是落在15到17度左右。然后在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在18、19度这样一个温度哦。所以在这一个温度上，其实跟前面几天相比，其实是有比较明显转凉的一个状况。气象署提醒这几天北部和宜兰的民众要出门，就要会记得早雨伞，各地头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早暗的温差较大，海边仔的风会较透，影嘛会较大。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
讲到前几天啊，这洪泰大水祸造成宜兰所有灾情真严重，就一个独居的富人人伫因兜的一楼被淹死，这家属不办镇公所延误通报。今日镇公所呢，这镇长就公开会室的成立有过失。另外，延坡饭店有11个大房的旅客，因的轿车呢是停伫咧饭店地下室，疏忽水淹去啊。因也真不满这业者的处理方式，拍算要集体拍官司。卡土机赶紧将烂土清掉，街路上四界拢坑，浸水家具甲粪扫。风台中从宜兰县所有镇，在暗时中原路一度水淹一层楼遐悬，一个家己大78岁姓黄的妇人伫徛起1楼毒水死亡。不过在后第6天，所有镇灾害应变中心才公布罹难者，家属甲厝边拢真不满，镇公所是拖延通报。他本来是在楼上，可是他可能想说听到，对下面的雨太大，对，所以他有点担心，所以他可能要下来关心水势。事发到现在，镇长到跟县长说，他们昨天，他们才收到说有人伤亡。今日时势，因为无多联络姓的妇人人，在里对外关市赶转啊，才发现老母倒伫1楼的客厅，通报消防局甲警方，因为明显死亡无送病院。检方13会同法医小检确认在生前毒水死亡。在时里长也打电话给公所李干事问这个补助，家属无多接受，一直无人协助处理。所有镇长在7出核实的承认是通报过程出问题。应该是公所内的整个这个通报链我想有出了一些问题了那我们回来也都已经在开始做这样子的检讨。那我在这里也向我们这个死者致上最大的歉意。小山了甲水车一直出入地下室，延坡饭店四柜商船馆地下停车场有超过30台车浸水。这个受灾住客讲，业者无好好来做好防灾义务，而且敢若投保300万的公共意外责任险，到即阵也无明确的补偿方案，计划集体来拍官司。不论饭店的保险金额是多少，只要是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厘清全责后，本集团将会承担起应负的责任，绝对不会有推诿的行为。饭店业者强调，理解车主在无损失甲无方便，拖吊费用拢自行支付，要求公司委托第三方公证单位调查相关的责任，未来贴下。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到这洪台呢，和这花莲马太安溪水柜的涨起来，大水也冲入去办影响的明利部落。国军伫今日继续协助居民摒扫。这里保署呢也用这空气机监测水头2个帮山潭，目前状况是真稳定，也有密切监控。原来讲到这溢出来出口倒冰花呢，有积1亿立方公尺土砂。很心痛哦，很心痛哦。这不知道怎么整理。厝内位客厅到厨房如苍苍，全拢是落寒梅。花莲县蛮影响明利部落居民，这会当无奈害头。伫国军兄弟协助之下，整理家园，所有清出来的物件拢放伫大路。真无简单，有人恶处，互落寒梅看到的图啊，找到护照、户口名簿等重要的文件。我完全都没有办法了，就是全部都摧毁了，太多石头了，没有办法。很感谢国军来协助。当然，有人协助我们都要感恩。看国军流汗吐土，居民真感谢。空气画面会当看到明利村大片面积，互土沙踢到。怪手山了继续刮进度，一直来回清落寒梅，尤其伫17，在伫头桥下面部落情代表文明阿嬷的雕像重见天日。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民众，我们台湾的民众很有这个爱心啊。但是我看这个情况跟光复是截然不同的，这边都是石头，泥沙比较少。今天所以说用大机器来处理这个是最恰当。花45线3K 到明利村部落都已经抢通，部落最重要的聚会所这边里面应该今天也可以把它清出来。自然通行应该预计在4天明利部落如苍苍，都是因为顶至洪台，就像马太安溪水涨起来灾害。水头的2个帮山湖，林保署透过空气监测，目前帮山湖一跳水量32.4万立方公尺，是溢流情下0.36%。帮山湖3跳水量降到大约5万立方公尺，稳定溢流，对水尾河道水位升悬影响细。
溢流口左岸是原先那个崩塌下来之后残存的土体，我们再从9月23开始看到现在它有些许变化，但是都很轻微啦，看起来还算是正常稳定。林保署指出，帮山湖溢流口倒换，也有大约1亿立方公尺的土沙堆积伫坡面，烦恼未来可能因为地动大水河和遍布骨动，过一摆特定幅度会继续密切监控。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7月，台南市丰泰时阵，台南市工务局建筑工程科有一个姓施的工程员，向单位申请使用公务车，讲要去到北门在后重建工程，说是走去一间国小，甲2个查甫囡仔乱来，佮翕一寡侧身裸体相片，互法院裁定收押到单。台南地方法院依照违反児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强制猥亵罪，重判8年8个月。调查了后呢，发现讲这个嫌犯拢是有伫咧规划趁机会要找囡仔下手，认为涉嫌对无满14岁查甫囡仔犯强制猥亵罪等罪，该重判8年8个月。市政府表示，讲这姓施的工程人员已经获停职处分，也会赶紧来进行着这考纪会的会期，而且送停改处理。中华文雅跳舞场标出着因的技能有这砂糖这粉泡泥，伫咧车背时阵呢，有短时间解除移动管制，所以甲这个方俊的技能呢，出回去到台中的两中2行。中华县政府就表示讲呢，这负责人无摕到解除移动管制的文件，也会检讨这行政过失，而且也宣布讲要启动933间技能场的全面采检。那台中市政府也有公布35间有使用技能的业者，这技能才有可能拢去互消费者接到巴肚底啊。民众骑机车载规箱的鸡卵，17早起来到2行要来换卵。台中5车的两中2行，互食安处发现车闸也伫咧卖文雅跳舞场的鸡卵。消费者认为2行也是受害者，也2行头家是讲愿意要人换货。礼拜六当天。马上就赔啊！买完就看到新闻，他看是要退钱，要退两要换啊，两拢我拢一顿换啦。中华县府公布文雅跳舞场分埔泥事件时间，初5确认问题的卵来自文雅跳舞场，初6采取移动管制，初7是描述互检无检出分埔泥，初8依照动物用药品管理法规定解除管制。纳入台中2行的鸡卵是初9卖出来，也个跳舞场主人无摕到这个解除移动管制证明书文件。方准的25万粒的鸡卵会销毁，并且检讨解除移动管制行政程序是毋是有疏失。剧组需取得解除移动管制之证明文件才可上市。事主是否有违反移动管制相关规定，目前检调侦办厘清责任中。解除移动管制相关行政程序执行未完备及疏失部分，将依相关规定或法规检讨并惩处。台中市府17公布两中2行问题的卵下游流向，还看5个行政区35间业者，包括有名的店家5车行路、英和豆奶、拉阿汉堡。卫生局强调，两中2行向文雅跳舞场进回4万粒的鸡卵，初10是按处稽查，伫下架顶面发现，赶紧入转来7600粒，也有2行的业者也违法。我们查到他有异常，是他违法，整个事情是龙中行跟文雅违法。中华地检署17个再约问文雅跳舞场相关人员调查，再撤回甲污染的原因。另外，中华县府也宣布会对全县933场的卵鸡场全面采检，包含鸡卵、饲料、北内，也有鸡门甲环境全部拢送验。卫福部是讲会对这礼拜起继续到年底扩大抽检市面上的鸡卵，主要是针对属原码、上码也是货码、编号师、人也饲的鸡卵为主，确保卵品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贵世界这产业道路边啊，这个山坡地有业者偷倒家电废弃物，沿路拢是臭毛毛。敢若今仔日就清8栋的粪扫出来，市政府调查，讲这个粪扫呢拢是对台南顶挂县市来到遮倒伫遮，也因为这土地是林保署的，会先甲这个粪扫摒掉，再来甲这行为人讨赔偿。这行为人唔但爱食罪，上悬阁爱罚到300万，而且这个清理费用是另外算的。目前检方已经伫咧侦办咯。产业道路互咱网落去，粪扫蹲加规个山坎，初步估计有几10栋。就是上礼拜我们去，我们刚好是去散步嘛，然后到那边就闻到有一股很臭的味道，
然后就看才知道说，哦，那边怎么会变成垃圾山？啊，百姓大家过到日子的，莫搁伫遐倒去粪扫，倒到安尼太高烂了，无意思啦。空了看落更加清楚，正常山坡地像画面倒边看到土马，遮风倒了后看袂出本来山坎搁臭毛毛。不要再有这种行为发生了啦！那再者，我们会尽量在这个周边架设一些监视器这个所在离桃花山自然保留区无偌远，是通往月世界的产业道路。家底拍开检查是台南顶管区的家用废弃物，市政府先代替清理了后再来求偿，17都清出差不多8栋的粪扫。这些有来自外县市的一些山坡废弃物，查获了大概台南等地区啦，因为它的来源还跨越好几个地方。土地是林保署的，林保署讲，这区不是热点，车拉巡山员发现了后，就通报警方查办。最近2礼拜2届巡查拢无发现可疑的人。整案已经有移请警方去做侦办，后续如果有发现行为人的部分，我们会依照森林法第43条第56条予以相对的裁处。对生态环境影响一定有，因为它是从高处往下倒，然后我们一旦倒下去之后，你要再做清除，不太可能能够完全清得干净，而且你清理成本会比原来直接这样东西去处理困难许多。台南环团为粪扫量估算是清运业者所做，呼吁政府爱党法来阻止这种行为。全台南市拢总有425间清除机构，台南市政府透过路口影像协助追查。若是证实是台南的清除业者，会依上法办个铁除清除许可证。桥头地检署嘛已经指分乌金组检察官指挥来侦办，要全力找出破坏环境违法的人。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中油三接关塘天然气接收站，这第2期工天气风检举，共有上100亿的消息乱报的。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今邀请经济部中油来报告。那这中油的公司董事长呢是强调讲，253亿的预算是合理的。那经济部表示，这部分因会配合调查，也会配合检调侦办。推动能源转型，中油桃园关塘第3接收站工程为前期发电增加助力。第1期工程按算在年底验收，不过即马煞做着别项。第2期工程有违背限期，检调开始进行当中。那么这3家厂商呢都有回报他们的报价资料，那这个范围大概在240到270亿之间。你说不同的厂商报价回来的数字，所以240到270。3间除了它离岸比较远以外，那么因为它的水域也比较深。中油强调预算合理是在公开阅览期间，问计3间清商，最后提供253亿的预算。不过即马所有平面媒体标出，参加抢标业者出来讲，2022年中油发包工程工程界传出预算94亿。中油算计速地招标进前，先请厂商报价了后，将预算为124亿，一路高到150亿、210亿，最后改做256亿的报价。报给你多少钱？告诉我。周刊讲256亿。答对了，来，请问你刚刚讲东批公司报多少钱？256。哈哈哈，东批公司总要去约谈一下吧，了解一下吧。谢谢委员的推估，我们会参照委员的意见。经济部表示，3接2期104年要接到点起，迄时阵无发现不坏代志。不过即马新事情出现，会阁启动调查。另外，民众党立委应阁抢下这期，检视中油公司预算书，3接2期新增加305亿预算，伫112年才编列上立法院审查。不过标案煞伫111年就已经决标，呼吁全面检讨预算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台美汇率联合声明公布了后，外界预测讲，这台票的汇价会变动。新台票汇价呢，拜一早盘捌冲到31.024块，落尾搁再落到31.100块63分。金融界是认为讲，年底进前呢，台票会伫咧30块起起落落。那台湾人寿的策略长就讲，外汇变动伫咧2块以内，拢袂去影响到生意。中央银行顶礼拜5对外公布台币汇率联合声明，市场是真关心拜新台币汇价表现。17新台币对美金以31块1角3开出来，早盘来到31块02分4，一度升1角2分6，最后收伫31块1角8，又升转变3分。
看起来台币是震荡偏弱，那目前有一些出现转折的机会，但因为幅度不够大，所以先看台币震荡偏弱。早到有期，所来新台币对美金表现可能也是不稳定偏弱的情形。由今年顶半年汇率急升，也影响到国内寿险业的收益。中信金17下晡召开法说会讲，台湾人寿今年以来受到美金贬值的影响，汇兑的损失增加，前3季税后净利比去年减少。但是讲，有关汇率变动会有外汇计小准备金来吸收，总已经有176亿，这笔外汇变动伫2块内底，被对损益有影响。如果我们看到年底大概是30左右震荡，那么比较中长期就在更长一点的区间，可能是比较走升的方向。台湾的景气才稍微一点点回温，你有升值是不是又让它又要失血了？30亿应该是底线了，你让企业有一点喘息的声音。观察中央银行近年来汇市调节情形，2022年净买汇130亿美金，2023年净买汇27.7亿美金，2024年是164.2亿美金，今年顶半年净买汇132.5亿美金。如果大家真的预期，市场真的预期台币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比较明显的震荡，对产业来讲，当然各种避险措施，包含远期外汇等等，其实都必须应该要进场处理了啦。学者认为，未来爱观察汇市是不是出现投机的行为，这时阵央行就要适时来调节。不过，安怎兼顾调节短期，又搁被违背长期的形势，将是央行未来这段时间上界重要工作。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顶礼拜5三读通过纳币财违法修正案，明定中央对地方补助的款额。不过，屏东县长周春美就批评讲，这届修法可能会让部分的县市变作是发展的孤儿。那基隆市长谢国良是认为讲，针对着财政困境，当日和行政院讨论讲要安怎解决。行政院长杜永泰就批评讲，这届修法的问题偏英国公式计算错误搁较大。20个行政院会内会讨论行政院版本的财违法修正案通过了后，就送到国会审议。立法院会就是因为纳币人数优势，三读修正通过财违法部分条文。不过行政院长杜永泰17批评，这个问题比英国公式计算错误更加大，会全面引进。这个问题会比过去公式计算错误的问题还大，将县政府的总预算无法编列。对于立法院这样的动作，正如在野党团突然的这个动作，行政院会全面的迎战。行政院18会国家地方沟通，20讨论行政院版的财违法有5大目标，包括顶下钱权分配更加合理，水平城乡分配更加公平，还有一般性加计划型补助款爱用具体，协助地方推动建设加经济的平衡发展。若是已经三读的财违法，明定中央对地方补助款的款额，伫计划型补助款的部分，补助比率袂使比英过10年降灾列级的县市平均来较低，一般性补助款袂使比修正市行政一年度预算核定数较少。还是缺乏全盘的考量，正在大规模建设的南部的3个县市是非常的不公平。现在在跟行政院正在积极磋商有关于我们的财划法的配合款。谢国良表示，有真侪县市因为财违法的调整增加税收，不过既然有真侪关税收入煞无法度透过财违法回流，希望中央甲地方做伙解决。就春美是烦恼，部分县市恐惊变发展孤儿。面对杜永泰讲要全面迎战，立法院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批评杜永泰是带头违法。法律3读通过，总统依法公告就成为有效施行的法律。行政院院长带头违法。违法乱纪，莫此为甚。3大中央的可以宏观调控国家财政的工具全部被锁死，还要逼迫行政院一样成为违法院、违宪院吗？财政部国库署表示，政院版的地方统筹分配税款甲一般性补助款，袂使比今年核配水准更较少。经过真侪个沟通，大部分拿赢执政的县市，进前拢表达认同，毋过双北甲新北市明确表态无同意。只不过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无是毋是同意的问题，为着避免地方伫修法的过程无法度预测，认为中央应该都要公布行政院版的财违法各项试算金额，提供予您做参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所以来看两条新闻，拢含咱劳工的劳权是有牵连的。这货运业乌鸟呢，因为员工就透过社群平台提出诉求，希望公司伫咧明年旧历过年时阵，自9暝到初3拢莫营业，互员工回去食团圆饭。一若这汽车货运仓储产业工会就讲，这几年呢，电商平台拢有车伫咧送，几年是无休困的。啊，若过年时啊，这包裹就无亲像用过遐尼济啊，员工上班就无符合效益。按算后个月伫劳资会议会正式提出诉求。踏出今年过年，阮想要登记厝诶食团圆饭的文字，工会指出10几年来，当府政府送达每一份过年礼品，只是即马随社会形态改变，消费者多数也支持物流爱正常休假，多数家庭也选择年假出去佚佗，所以年假送货已经无效益，是时阵互员工春节休困甲家庭团圆。真的效益不高啊，只是因为 7有营业，所以我们还会配送一些低温包裹啦。常温的部分是有客人催货，我们才会送。工会宣告正式争取2026年春节29暝到初3全面停止营运。台湾汽车货运甲仓储业产业工会指出，春节物流的上无营时期多数是伫过年进前，加上最近几年电商多数有家己的车队伫春节配送。回顾2025春节，传统物流只存乌鸟在机变，加在配通要有邮局快捷提供服务。那伫业界有代表性的乌鸟在机变争取成功，其他业者会对你做。这个我们当然有跟公司有先提过啊，但是都还没有很正式的在这个协商会议上面有讨论过。那公司当然都是先说这个会斟酌考量。过年大家都要回家嘛，所以能休息当然还是休息比较好。公司如果觉得休假不合理的话，应该要补偿他们更多的福利措施，例如说加给或者是补假。不少民众也拢支持货运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应该爱搁较好。工会最近会发动投票收集民意，也预计22月初劳资协商会议正式对资方提出诉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北去年发生一桩悲剧，7位姓饶的富人人因为有心去互公司资建，面对着经济压力，就要说演变讲因兜一家伙仔3个人拢死亡的命案。检方最近无起诉来侦结专案，引起众人的议论。就立委认为讲，这是凸显着有心的富人人和拄做妈妈的人，因在这工课场上遇到的困境，也有一个职场的歧视。劳动部长洪新涵强调讲，会规划专案，甲这违规的公司全部公开，也会要来确保着女性劳工的权利。台湾酒驾化问题严重，也毋过这场对待有心的女性无友善的情况也未少。新北市老女子因为有心防自肯，真大经济压力最后演变做一家3口族的命案，检方不起诉侦结专案引起讨论。妇女团体分析，这场对生育无友善，互有心的女性会惊，因为公司可能就安尼将伊调离现职，最后被迫离开职场。性别歧视的案件有成立的，里面有46件，其实都是跟怀孕歧视有关。所以，如果我们没办法去处理怀孕歧视的问题的话，那对于想要孕育下一代的那个家庭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重担。根据劳动部的查询系统，各行各业多数拢有薪歧视等无友善行为记录，像有法律事务所不当对待有薪员工，以性工罚30万；也有科技公司拒绝育婴停酬等行为才罚4万；也有医疗院所将家庭照顾假看作缺勤罚2万。立委17特别反映质询，都认为新北的人伦悲剧凸显有心的妇人人甲新手妈妈遭受这场歧视，是互被害人发生悲剧的主要原因。到底要怎么做，才不要再让这样子的憾事发生？针对像这样怀孕歧视的问题，如果被裁罚违法的事业单位，我们会有一个专案的揭露跟专案的公布。性别平等工作法就已经有规定说，如果雇主有违反相关的条文的时候，其实劳动部这边都会有公布有关他的这个违反条文的一个公布的状况啊，去爆出说他们其实都是一些不良的企业，我觉得这也是给企业一种嚇阻的方式。洪新涵强调，将规划专案公布违规的公司企业，以保障女性劳工权益。专家建议，除了公布企业名称，未来也会当加强行政指导。政府只要有相关的教育训练课程，就要求公司来参加。未来针对这款公司加强无定期进行专案劳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着癌了后，才有可能会当复原，也有可能才会癌友想要生囡仔。最近国健署就举办这医疗性生育保存补助试办方案，今年9月初1到10月底，敢若43名癌友来通过着审核。医疗团队是认为讲，可能是真侪人拢无了解，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破坏癌友的生殖能力。建议现有的治疗计划书就爱甲生囝日去评估，互患者知影情形。先是技术进步，生涯卵子甲精子甲动欠，拿大幅来延长生育年龄，更加可能真做癌症病人的一线生机。近年来，未少癌症病人及早发现病情，开始治疗。不过，随之而来是守护癌症病人的生育权，也真做全球医界重要课题。为了让有一些癌症病人，他们后续还是可以有这个生育的计划继续哈，那所以我们就是实施了这个生育保存的补助方案。国健署对2005年9月初开始开办医疗性生育保存补助试办方案，针对18岁到未满41岁罹癌、肺癌的个案，提供生育保存补助。到10月底，总共43名癌症病友通过审核，不过依然有癌症病友也未补助到。医疗团体讲，应该落实互因知影权利。中壮年的癌友，尤其像你现在知道，乳癌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如果在他们的治疗途中，他们没被告知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遗憾。那过往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把等于是生育咨询，癌友的生育咨询能够放入这样的一个品质认证中，可以让医院更重视这个项目。医疗团体认为，患者有知影、参与甲选择的权利，临床团队应该主动而且充分讲到癌症病友生育保存相关资讯，所以建议现行对癌症病友的治疗计划书爱纳入生育的这个部分，斗阵评估，甚至甲这个项目列入病院的癌症诊疗品质认证，才好多落实。那这些化疗可能会对他们的生育能力造成损伤，种类的补助的那个再放得更宽一点会比较好一点。也有专家呼吁，应该放宽年龄、性别，采取全部癌症、全部年龄补助，守护癌症病人生育权。对此，国健署是讲，这是试办计划，后续按照方案成果收集实证，再过来讨论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8月开始增加交通助理员来倒开交通罚单，有机关接到真侪民众申请，也讲要抬预算。即马市政府先暂停这交通助理员开单的工作，不过也民间团体发起抢救交通助理员的人数，到单呢有1000人来人数啊。请他们星期三咧顺道台南街头巷尾交通助理员，自今年8月上路开5000张罚单，有民众发声支持，冇反对声音，各界看法拢无同。就为台南市政府决议先检讨相关的执行甲权限分工，停止执行违规开单的工课。不过，即阵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协会发起抢救交通助理员的人数有2000人支持，因希望市府上无爱保留交通助理员，勤务内容后续会使调整。毕竟他们不是警察，对，那到底他们有没有受过这个充足的专业训练，其实是会比较人家质疑的地方。交通助理员他其实也有帮助政府点出他们的一些交通设施的不良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并不是只有开单处罚的功能而已。台南的交通不会只有靠交通助理员就可以改善的。根据统计，今年8、9月份，台南市交通事故案件平均年加时间减1.9%，显示交通助理员上路了后有一定的效果。事实上，交通大队指出，目前交通助理员的勤务滚动式的检讨，包含路口交通维护、交通安全宣导等等部。虽然交通助理员加减减轻警员的负担，不过民代也是认为，补助正式警察才是解决的办法。市场有压力，就交通助理员不开单了。但是问题这样也不对啊，不然你请这些交通助理员来干嘛？但是呢，往后还是要补强警力的部分。有类似这样的工作，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啦。明年度他因为没有经费的关系，就是没办法再延聘我们的话，我们也是要接受那个上级的指示啊。大多内面敢若讨论即阵无说交通助理员，交通大队指出，明年度交通助理员预算已经有变，18助理员编制嘛先保留，未来个调整勤务，因望伫咧维护交通甲民意之间，通找到平衡的解决方式。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最近珍珠巴拉当钓时，不过价钱是真贵。彰化社头的珍珠巴拉重要产地，这农民表示讲，今年7、8月的时阵，巴拉开花当到大水雨，所以产量剩2、3成尔，价钱好，却是无巴拉通卖。
即阵应该是珍珠芭乐大出的时阵，但是果树顶悬的芭乐却也袂当采收。中华社头是台湾珍珠芭乐的产地之一，但是今年7、8月芭乐开花期拄着大水库的灾情，产量剩2、3成尔。拄开花期吼，搁一即个落大雨，就积水。阮涂骹吼，搁迄个温迄个水，搁温超2个月，就上着芭乐根，芭乐根就成长开花拢有问题。这2年因为风台大雨严重影响芭乐收成，过去台北第1、第2果菜市场珍珠芭乐的平均交货量大约有70吨至90吨，今年干那剩30吨，产量减少嘛，致使市场的价销直直起，11月的平均价格搁把化到94块9。伫拍卖市场1公斤差不多130、140左右，今年是因为真正损失伤济哦，所以芭乐的价销一直做歹。就是迄个水灾刷了后，遐开的花。这批芭乐就包起来，有包起来，咱就慢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就会有芭乐。农民表示，即阵芭乐市场的价销悬，农民嘛无芭乐通卖。预估12月第2水的芭乐会开始出，时到产量会较稳定。但是整体芭乐价销可能要等到旧历过年前才会恢复稳定。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最近高丽菜价销又搁在崩盘，伫市场拍卖1箱20公斤，才卖80块，根本做无到成本。伫家己内骹着农民开放面将家己落去田里板，一粒10块就好。民众伫田内底紧家己买的高丽菜，家己县的六甲乡有农民用高丽菜一粒10块的价销，开放民众家己来买，希望透过这款方式来补贴成本。装起来有诶无成本装不起，就差5块至6块啊。安尼。哦，哎呀，你若破5块6块，我变拢无趁钱加母诶。啊，你若花7块，花7块趁1块尔。啊，1公斤趁1块，不如开放网我去多较贵。因为现在菜价什么都涨。对，所以就是蛮优惠的价格，可以让我们都可以吃到好的高丽菜。农民表示，较烧热的天气影响到高丽菜的生长，所以伊的高丽菜价销无讲介好，佮加上去年高丽菜好价，今年种的人佮较侪。互伊的高丽菜平均一粒无到8块，所以才用10块的价销，互民众家己来买。等下四台风为咱遮来，遮这边拢袂种一啦。本来安排迄时阵要种的，拄拢袂种一啦。所以拢钱做伙，佮甲山顶品质较好啊，甲山顶的拢做伙。逐冬的10月到过年的4月，是平地高丽菜的主要产季。伫菜市仔内底，高山的高丽菜算紧来卖。平地高丽菜就是算粒咧卖，卖菜当下讲，即个风台对咱无造成影响，菜着俗收成了后，市价价销就会比即马搁较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这几年为着要达成净零转型的目标，环境部推出真侪政策来减少使用塑胶。毋但是饭店市啊、饮料店拢大减少塑胶的使用量。即个搁再推出着这食饭桌顶的净零转型。目前全台湾有400多间连锁店参与响应，未来伫店内面食物件呢，都袂搁再提供用一届就平掉换地。甲手机袋装落去塑胶袋仔内面，饮料杯啊、塑胶袋仔、水管杯啊，拢会变做塑胶粪扫。尤其是小食搭烧汤，直接装落去塑胶袋仔，这都是台湾人使用塑胶的日常。足侪人拢用塑胶粒啊，其实塑胶粒啊内底这烧的物件，对咱身体食落嘛无好，嘛搁造成咱环境的污染。希望大家拢会使自带环保餐具。有民众建议，若是要互减塑胶的政策更较有效果，未来看敢会当由政府来强制要求，卫生纸、塑胶碗拢要用钱来买，亲像即卖塑胶粒啊同款。像我是台北大学的学生嘛，我们的餐厅的餐具就要收钱啊。其实有的消费者在付费之后，他就会比较愿意自备餐具。对，就是以台湾来讲，付费的效果是很好的。为着要减少塑胶，环境部即马也推出食饭桌顶的净零转型的活动，响应的餐厅必须要落实5项的条件，分别是做好罐头的减量，无搁提供一届性的碗池，并且至少使用3项台湾的食材等等。目前全台拢总有437间的连锁餐厅响应。当然，我们就是要减塑，就是避免使用一次性的用品。我们也希望餐厅可以建立他们绿色经营的模式，他们要有办法去有一些相关的节能跟省水的设施。一方面呢可以环境友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帮自己省荷包。
环境部也讲，目前参加拢是大型的连锁业者，更加希望的是未来夜市啊、小食摊也会当做伙来响应，斗阵行向2050年净零转型的目标。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最近有台语广播摕到国际奖项，就是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詹伟民所制作的台语广播台湾夜市台湾 Yes， 伫咧今年 AIB 国际传媒优异奖摕到最佳主持人奖，接是去到英国领奖。今年入围的媒体呢，包含着英国的 BBC、美国的 CNN 等等，拢总有27国的媒体竞争是真激烈。詹伟民表示讲，希望透过这个奖项肯定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也期待 T-pop 会当愈来愈发展。What I do for the radio or do the news feature or any other content is all to reviving this language. 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詹伟民制作的台语广播台湾夜市台湾 Yes， 伫今年 AIB 国际传媒优异奖摕到最佳主持人奖。节目采访真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等的台湾新移民，探讨语言、归属和身份等等的议题。这原来是用讲头届有台语广播摕到 AIB 的奖。詹伟民表示，这嘛是伊人生头届得奖，希望透过国际肯定提升台湾的地位，嘛期待 T-pop 愈来愈发展。去国际以外，其实。咱应该要有一个想象，就是咱应该袂输这个 K-pop、T-pop 应该爱产生啊。然后透过其实台语台也是讲无共媒体咧杀这个本土语言，其实咱本地就有真好的共同语，变成以上较早一款历史，只是咱安怎来运用。AIB 国际传媒优异奖是由国际广播协会主办的。今年入围的媒体包括英国 BBC 和美国 CNN 等等，拢总27国的媒体竞争真激烈。其实这几年真侪台语作品伫咧国际得奖，那电影《阮兜的代志》和台语台做的《俄乌战争新闻专题》嘛，摕到纽约区电视电影奖，也佮有真侪台语文学作品也摕到国际奖项。我感觉用台语来作为咱台湾的这个代表的一个语言吼，应该是会使安尼做。啊，这嘛是目前咱会当行向国际社会上好一种方式。我嘛感觉这是一种，就是讲咱目前会当打破华语单语思考独占的这个地位。另外，今年 AIB 各甲终身成就奖颁予中央广播电台资深媒体人吴家山，表扬伊伫30年来伫国际广播跨文化交流，也个道具节目的贡献。阳光董事长罗秀如嘛发新闻稿表示，对入围和得奖，拢通看出台湾声音对国际公共媒体的影响力，嘛通互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力量甲民族价值。记者卢尚如、王志光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这美国参议院继续推动加强对罗西亚的制裁。不过，总统 Trump 呢，说拢无要来表态支持。就伫咧16 ，Trump 公开表示讲，这共和党正咧研究立法制裁和罗西亚有商业往来的所有国家，上悬可能会扣500%的关税。寒冬挖近，罗西亚军队一直攻击乌克兰基础电力设施。俄乌战争的消磨战也搁伫战。美国总统川普积极协调，互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不过态度一直变。川普伫昨日表示，所属的共和党正伫研究立法制裁所有甲罗西亚有商业往来的国家，相关可能互扣500%的关税。伊原来支持这项切断莫斯科资金来源的政策。根据了解，罗西亚能源主要的买主是印度甲中国。Well, I hear they're doing that, and that's okay with me. Any country that does business with Russia will be very severely sanctioned. We may add Iran to the formula. 乌克兰的冬天平均气温是-6度至-17度，为了弥补因为俄乌战争造成能源无够。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为明年1月开始接收希腊的天然气，那是所需要的进口费将近20亿欧元，差不多是代表724.3亿。乌克兰政府表示，会向国内银行甲西方盟国融资筹措。Οι σχέσεις των χωρών μας αποκτούν τώρα μια επίσης νέα κρίσιμη πτυχή. Αυτή της νέας ασφαλούς ενεργειακής αρτηρίας που χαράσεται από τον νότο προς το βορρά, από την Ελλάδα μέχρι την Ουκρανία.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目前长拍拼甲罗西亚展开暂缓交换谈判，要求予1200个乌克兰百姓返厝。比起乌克兰的5万，另外一个甲罗西亚隔界有长度1340公里的边界线的芬兰，都无遐尔乐观。芬兰总统斯塔布伊讲，罗西亚伫欧洲发动无法度预测的混合战加自信战，各国应该保持沉着冷静。I'm not very optimistic about achieving a ceasefire or the beginning of peace negotiations, at least this year. I mean, perhaps if we get something going by February, March, that would be good. 斯坦布讲，伊会当甲川普表达对俄乌战争局势的看法，若是川普听会入去伊10分之的想法就真好。斯坦布会安尼讲，是因为芬兰伫1940年代甲罗西亚发生2场战争，拢总失去10%的领土，我也同意保持军事中立。不过，伊伫甲罗西亚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了后，芬兰毋再改变立场，加入北约。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墨西哥次世代15发动几多千人上街头抗议，因是要抗议国家毒品暴力犯罪真严重，要求总统呢是谢恩鲍姆就要担起责任，所来发生冲突，上报有120个人受伤，其中大部分呢拢是警察来受伤。因为这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则来要疯狂宫廷贪污的示威抗议。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15有几多千人行上街头抗议国家暴力犯罪伤济，有罪唔罚，差不多是毒贩帝国的情形。11月7日，乌鲁潘市大力反毒的市长曼索索叫人抬死，这是民怨引爆点之一。Podría decir que este es uno de los gobiernos más corruptos que hemos tenido, el narcogobierno vendido que en vez de defender al pueblo quiere defender a los corruptos y al narco. ¡Viva! Pero vamos a luchar hasta el final. No podemos permitir que México se vuelva como Venezuela o como Cuba, una dictadura. Estamos hartos los mexicanos. Somos más la gente buena. 这场抗争是少年Z世代为网络吊人。不过现场响应的示威者是年岁较侪人，也有得到反对党的支持。本来和平示威，却因为一群人用石头、棍仔、甲铁枝啊攻击警方，所来变款，到尾造成120人受伤，其中100人是警察，另外有20人因为抢劫甲攻击罪名，互人逮捕。墨西哥总统谢恩鲍姆上任1年以来，民调的满意度一直维持真高。不过这阵啊，真侪件重大事件，治安政策一直互人批评。伊伫抗议上场前，质疑动员过程无自然，有境外假消息得杀，是右派政敌开钱买来的反政府运动。十人嘛严厉谴责暴力行为。换看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生近年来上大规模的反贪示威，差不多65万民众十拉上街头，要求爱铁闸预防做大水工程的贪污代志。Imbes na para na lang sa mahihirap yung pondo ng pamahalaan, napupunta pa sa mga bulsa ng mga sakim ng mga mayayaman. 菲律宾是真正拄到风台侵袭的国家之一，不过2个风台侵袭才造成250人死亡。总统小马可是8月有公布预防大水工程的计划报告，所显示过去3年投入差不多大票2800多亿的建设，其中几落千项工程品质真差，有的根本都无伫做。独立调查委员会成立超过100天，查出真侪国会议员甲官员拢有牵涉收红包，煞也是拢无处理，引起民怨规个壁。总统小马可是答应会伫亚诞节进前有所行动。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16度到19度。明日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9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4度到21度。还有未来3天以上。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